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一个很多台湾朋友都忽略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可能正在默伤害你和你家人的健康。你知道吗？在台湾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努力控制血糖，他们戒掉了珍珠奶茶，不敢碰蛋糕甜点，甚至连水果都小心翼翼地挑选。但是他们的血糖还是不受控制，饭后经常飙到200甚至280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真正的凶手根本不是糖。让我先说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，有2种蔬菜是台湾人餐桌上的常客，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吃，但它们让血糖上升的速度竟然比喝一杯全糖真奶还要快3倍。没错，是3倍。你可能每天都在吃，却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把血糖往上推。很多朋友跟我说，医生啊，我已经很注意了，我都不吃甜的东西了。但是当我看到他们的饮食记录，我就明白了，问题不在糖，而是在油。台湾人的便当、炒菜小吃，到处都是油。一份看起来健康的炒青菜，可能用了30-40油。一块炸鸡排，一盘盐酥鸡，一碗油亮亮的卤肉饭，这些食物里藏住的油脂正在让你的胰岛素失效。如果你不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就会继续吃错，而你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一次来不及挽回的住院。我不是在吓你，我是在告诉你事实。血糖控制不好，不只是数字高一点而已，它会慢慢破坏你的血管、你的肾脏、你的肾脏、你的心脏，甚至你的心脏。但是好消息是，你可以改变。只要今天开始做1-2件小事，你的血糖就能开始稳定下来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会告诉你7把钥匙，让你重新掌握血糖的控制权。如果你愿意看到最后，你会知道哪2种蔬菜要小心，哪3个陷阱要避开，还有一个7天计划，让你在家就能亲自验证效果。请别担心，控制血糖不是要你饿肚子，也不是要你吃得很痛苦。真正有效的方法其实很简单，而且很适合台湾人的饮食习惯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接下来，我想跟你分享2位病人的真实故事。这2位都是非常认真控制饮食的人，但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。第一位是阿兰阿妈，72岁，住在台南。阿兰阿妈吃素已经15年了，她从来不碰肉，也不吃甜食，连水果都很少吃。她觉得自己吃得很清淡，很健康。但是当她来找我的时候，她的糖化血色素是9.6，血糖控制得非常差。我问她，阿玛，你平常都吃什么？她说，我都吃素啊，豆皮、油豆腐、炒青菜，很简单啊。我再问她，那你炒菜用多少油？她想了想说，青菜不用油炒不香啊，我每次大概用30-40油吧。你看，问题就在这里。阿兰阿妈以为吃素不吃糖就够了，但她不知道，她每天吃进去的油已经让她的胰岛素完全失效了。第2位是阿辉师，58岁，住在高雄市炼钢厂的工人。阿辉师知道自己血糖高，所以他很努力守嘴，他戒掉了糖，戒掉了水果，连饮料都只喝无糖的。他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但是他的空腹血糖还是160，饭后血糖常常飙到260。我看了他的饮食记录，发现问题了。阿辉师每天晚上都要吃盐酥鸡，他说，医生，这个不甜啊，应该没关系吧？还有卤肉饭，他每次都要吃2碗，因为只吃饭不吃糖，应该可以吧？他不知道这些油炸的食物，这些油亮亮的卤肉里面的油脂和热量正在让他的血糖失控。你看，阿兰阿妈和阿辉师2个人都非常努力，
都很认真在控制饮食，但是他们努力错了方向。他们以为敌人是糖，所以拼命不吃甜的东西，但真正的敌人是藏在食物里的油。油脂过多会让胰岛素失效，会让血糖上升，而且这个过程是看不见的，是隐藏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自己很努力了，但血糖还是控制不好，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相。但是今天你知道了，了解正确的方向就是自由的第一步。现在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为什么不吃糖，血糖还是会高。首先，你要知道所有的食物，不管是米饭、面包、肉、蛋还是蔬菜，进到你身体里面，最后都会转化成葡萄糖。葡萄糖就是血糖，它是你身体的能量来源。那为什么有些人的血糖会控制得好，有些人会失控呢？关键在于胰岛素。胰岛素就像一把钥匙，当葡萄糖进入血液，胰岛素会把它打开，送进细胞里面变成能量。如果这把钥匙正常工作，血糖就会稳定。但是如果你吃了太多油，这些油脂会像沙子一样卡在钥匙孔里面，让钥匙转不动。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会怎么做？它会拼命制造更多的胰岛素，想要用更多的钥匙去打开那个门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的胰脏就像一个工厂，原本每天工作8小时就够了，但因为油脂太多，钥匙失效了，它现在每天要加班14个小时，拼命制造胰岛素。久了，这个工厂会累，会坏掉，最后就是糖尿病。让我给你一些台湾人常见的例子。一杯珍珠奶茶加上一块炸鸡排，这一餐里面有糖、有油、有淀粉，血糖当然会飙高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即使你不喝奶茶，只吃一个便当，如果这个便当里面有3样炸物，有油亮亮的炒青菜，有肥肉，这一餐的油脂含量也足够让你的胰岛素失效。还有很多台湾家庭喜欢的炒菜，看起来青菜很健康，但是为了让菜看起来亮，吃起来香，会用很多油去炒。这些油就是让你胰岛素失效的隐形杀手。所以重点不是不吃糖就好，而是要控制油脂。油脂太多会让你的胰脏每天加班14小时，永远得不到休息。但好消息是，只要你减少20%的油，你的胰岛素就能轻松很多，血糖也会开始稳定下来。现在我要揭晓那2种会让血糖快速上升的蔬菜。很多人听到可能会吓一跳，因为这2种菜台湾人几乎家家户都在吃。第一种是南瓜。没错，就是南瓜。很多人觉得南瓜很健康，台湾人喜欢用南瓜煮汤，或是做成南瓜料理，吃素的朋友更是常常吃南瓜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南瓜的淀粉含量非常高，它的升糖指数比很多米饭、面食还要高。吃一碗南瓜汤，你的血糖上升的速度可能跟喝半杯真奶差不多。第二种是莲藕。莲藕也是台湾人很喜欢的食材，尤其是莲藕排骨汤，很多家庭都会煮。但是莲藕里面不只有淀粉，还有很多单糖，这些糖分会让血糖快速上升。你以为自己在喝汤、吃蔬菜，其实你是在吃大量的淀粉和糖。我不是说南瓜和莲藕不能吃，而是你要把它们当成主食来看，不是当成蔬菜。如果你今天吃了一碗南瓜汤，那你的饭就要少吃一点。如果你吃了莲藕，那你的面或米饭就要减量。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，结果一餐里面饭吃了1碗，又吃了南瓜，又吃了莲藕，淀粉量根本超标，血糖当然会飙高。那你可能会问，那我应该吃什么蔬菜？答案很简单，选择叶菜类，像是地瓜叶、高丽菜、冬瓜、丝瓜，这些蔬菜的淀粉含量低，纤维含量高，对血糖的影响很小。尤其是冬瓜和丝瓜含水量高，热量低，是非常好的选择。
记住，控制血糖不是要你什么都不吃，而是要你吃对的东西。南瓜和莲藕不是毒药，但你要知道它们的本质，要算进你的淀粉分量里面，这样你才能真正掌握血糖的控制权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台湾人饮食中最常见的3个陷阱。这3个陷阱可能你每天都在踩，但你完全不知道。第一个陷阱是炒菜用太多油，你知道吗？一份台湾便当里的炒青菜通常会用3到4匙油。为什么？因为油多，菜才会亮，才会香。但是这些油会让你的胰岛素失效。你以为自己吃得很健康，吃了很多青菜，但其实你吃进去的油已经足够让你的血糖失控。很多台湾餐厅和自助餐为了让菜好看、好吃，都会用大量的油去炒。那些看起来油亮亮、闪闪发光的青菜，其实就是油的陷阱。你在外面吃很难控制，但如果你在家里煮，你可以改变。你可以用蒸的、煮的，或是用很少的油去拌，这样你摄取的油脂就会少很多，胰岛素也能正常工作。第二个陷阱是那些看起来健康的零食，坚果、瓜子、花生、杏仁这些东西，很多人觉得是健康食品，所以就放心大胆的吃。尤其是台湾人看电视的时候，常常会一边看一边吃坚果或瓜子，一吃就是一大把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些坚果类的热量非常高，而且都是油脂。一小把坚果热量可能就相当于1碗饭。坚果是好东西，但要控制分量。每天一小把，大概10几颗就够了。如果你一口气吃一大碗，那些热量和油脂会让你的血糖和体重都失控。第3个陷阱是素食里的油。很多人以为吃素就很健康，血糖应该不会有问题。但台湾的素食很多都是油素。豆皮、油豆腐、烤麸、腐竹这些食材看起来不是肉，但它们吸油的能力就像海绵一样。一块油豆腐可能吸了满满的油，你吃下去等于吃了1大匙油。我之前提到的阿兰阿妈，她就是这样。她吃素15年，以为自己吃得很健康，但她每天吃的豆皮、油豆腐里面的油脂含量比一块炸鸡排还要多。一份炒豆皮用的油可能跟一份炸鸡排差不多。你以为你在吃素食，其实你在吃油。那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改变烹调方式。豆腐可以蒸，可以煮汤，可以凉拌，不一定要用油炸或油炒。如果你真的喜欢吃豆皮或油豆腐，那就先用热水烫过，把表面的油洗掉一些，再用少量的油去调味。这样你可以享受食物的美味，但不会吃进太多的油。记住这3个陷阱：臭菜的油、零食的油、素食的油，都是看不见的杀手。但只要你知道了，你就可以避开它们。现在让我告诉你怎么选择适合的食物。我会从肉、蛋、蔬菜、水果一直讲到粥，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记住。第一，肉类。我教你一个搅的规则。没有搅的最好，像是蒸鱼、秋刀鱼、虾子这些海鲜的油脂是好的油脂，对血糖的影响小。2只搅的中等，像是鸡肉、鸭肉可以吃，但要选择比较瘦的部位，像是鸡胸肉，不要吃鸡皮。4只搅的要少吃，像是猪肉、牛肉，这些肉的饱和脂肪比较高，对血糖控制不好。如果你真的想吃猪肉或牛肉，那就选择瘦肉，不要吃肥肉。台湾人喜欢的卤肉，肥瘦相间，看起来很香，但那些肥肉就是油脂炸弹。如果你想控制血糖，就要少吃这些。第二，蛋。蛋是非常好的食物，每天吃1颗蛋是理想的。很多人担心蛋会让胆固醇升高，但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，
吃蛋是安全的，而且蛋里面的蛋白质对稳定血糖很有帮助。台湾人喜欢的卤蛋、茶叶蛋都是不错的选择，因为它们不用油炸，热量不高。但是要注意不要吃太多盐，因为这些卤蛋通常都比较咸。第三，蔬菜。我刚才讲过了，蔬菜可以分成3类。第一类是安全的，像是高丽菜、地瓜叶、空心菜、冬瓜，这些你可以放心吃，对血糖影响很小。第二类是要注意的，像是南瓜、百合，这些有一些淀粉，不能吃太多。第三类是要当成主食来看的，像是山药、芋头、莲藕、马铃薯，这些都是高淀粉的，吃了就要减少饭量。很多人搞不清楚这个，结果一餐里面饭也吃，山药也吃，莲藕也吃，淀粉量爆表，血糖当然会高。所以你要记住，那些吃起来粉粉的、松松的蔬菜，通常都是高淀粉的，要小心。第四，水果。很多人以为甜的水果糖分就高，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。台湾人喜欢的是加芒果、葡萄，这些水果的糖分确实比较高，要少吃一点。但是像苹果、莲雾、芭乐这些水果的糖分比较低，而且纤维多，是比较好的选择。吃水果的时间也很重要，最好是在2餐之间吃，不要饭后马上吃，因为饭后你的血糖已经在上升了，这时候再吃水果会让血糖升得更高。还有分量要控制，大概半个拳头大小就够了，不要一次吃一大盘。第五，粥。台湾人很喜欢吃粥，尤其是早餐或宵夜，来一碗白粥配小菜，感觉很舒服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白粥是升糖速度最快的食物之一，因为白粥的米已经煮得很软烂，变成糊状，你的身体很快就能把它转化成葡萄糖，血糖会快速上升。一碗白粥让血糖上升的速度，甚至比一碗白饭还要快。那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把白粥换成杂粮粥。你可以在粥里面加入小米、燕麦、绿豆、黑豆这些全谷类的食物，消化速度比较慢，血糖上升的速度也会比较慢。只要加30%的杂粮，你的血糖就会稳定很多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白粥，那就搭配一些蛋白质，像是水煮蛋、豆腐、鱼肉，这样可以减缓血糖上升的速度。千万不要只吃白粥配酱瓜或花生面筋，那样血糖会飙得很高。好，这些就是选择食物的基本原则。肉类选没有角的，蛋每天1颗，蔬菜选叶菜类，水果选低糖的，在2餐之间吃半份，粥要加杂粮，不要只吃白粥。这些规则简单好记，你可以马上开始用。现在我要给你一个7天计划，让你在家就可以亲自验证效果。这个计划很简单，不需要你一次改变所有的饮食习惯，只要每天做一件小事，7天之后你就会看到明显的变化。第1天和第2天减少20%的油，你不需要完全不用油，只要比平常少一点就好。如果你平常炒菜用3式油，那就改成2式。如果你在外面吃，那就尽量选择清蒸或水煮的菜，少吃那些油亮亮的炒菜。这2天，你的身体就会开始感受到变化。第3天和第4天，把肉换成鱼。如果你平常吃猪肉或牛肉，这2天试住改吃鱼。蒸鱼、秋刀鱼、鲈鱼都是很好的选择。鱼的油脂对身体好，对血糖的影响也小。第5天，把白粥换成杂粮粥。如果你早餐习惯吃粥，今天试住在粥里加一些燕麦、小米、绿豆，你会发现，吃完之后，你不会像以前那样很快就饿，血糖也会比较稳定。第6天，测试你自己的水果。每个人对水果的反应不一样，有些人吃苹果血糖不会升太多，有些人吃橡胶血糖就会飙高。
这一天你可以选一种水果在2餐之间吃，然后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。如果吃完2小时后你觉得很累，很想睡，那可能就是血糖升太高了。以后你就知道这种水果你要少吃一点。第7天，增加1餐绿叶蔬菜。今天你的其中1餐要吃大量的绿叶蔬菜，像是地瓜叶、空心菜、高丽菜。这些蔬菜的纤维很多，可以帮助你稳定血糖，也会让你有饱足感。7天之后，你可以测量一下你的饭后血糖。我相信你会发现血糖降低了20到40，这不是奇迹，这是因为你开始用正确的方式在吃东西。你的胰脏终于可以休息一下，不用再每天加班14小时。记住，你不需要每件事都做到完美，只要做到1、2件事，你就已经开始改变了。血糖控制不是一场战争，而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你在学习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，怎么让自己活得更健康、更舒服。最后，我想再跟你分享一下阿兰阿妈和阿辉师的后续。阿兰阿妈在了解了油脂的问题之后，她开始改变烹调方式。她不再用大量的油去炒豆皮，而是改成蒸豆腐、煮豆腐汤。她的炒菜也从3、4式油减少到1式油。3个月之后，她的糖化血色素从9.6降到7.2。他跟我说：“医生，我以前以为吃素就够了，原来还有这么多要学的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我会继续努力。”阿辉师也是，他戒掉了每天晚上的盐酥鸡，改成吃水煮的鸡胸肉或鱼。他的卤肉饭也从2碗减少到1碗，而且他会把肥肉挑掉，只吃瘦肉。2个月之后，他的空腹血糖从160降到110。饭后血糖也降到180。他说：“原来不是不能吃，是要吃对的东西。”哎，你看他们2个都做到了。他们都是普通人，他们都有自己的饮食习惯，但是当他们了解了真相，他们就能做出改变。你也可以。稳定血糖不是一场跟食物的战争，而是学习怎么疼惜自己的身体。你的身体很聪明，只要你给它对的食物，用对的方式，它就会回应你。你会感觉更有精神，睡得更好，心情也会更稳定。这不只是血糖数字的改变，而是整个生活品质的提升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把它分享给你在台湾的家人，尤其是你的爸爸妈妈。很多长辈都在努力控制血糖，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些正确的方法。你的分享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。也请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你最担心的是哪一种水果，或是你在饮食控制上遇到什么困难。我会尽量回复大家，也会在之后的影片中回答这些问题。下一集我会跟大家聊聊那些看起来很养生，但其实会让血糖默默上升的食物。你可能会很惊讶，有些你以为很健康的东西，其实对血糖一点都不友善。记得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。最后，祝福你和你的家人都能保持血糖稳定，过住平安健康的每一天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次见。